五月天真的有用 MV 给我们，然后 MV 的内容是我们全班就是从3年级以来的鼓掌，然后看到就好像心里又揪了一下，又很然后就觉得很谢谢老师为我们付出。毕业同学，努力的最终结果只有一种，但过程的乐趣与记忆有无限多种，尽情去飞，乐在其中。Mayday，阿庆，毕业快乐的里面，大概是这样。5月天。